兄弟平安，相思安慰，咱兄弟平安顺望，咱兄弟平安顺游，咱兄弟平安顺我命，咱兄弟平安好为你。
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咱备办心三角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这时，请咱大家来念圣诗，学罗上帝。圣诗142首。圣诗142首，见若日光所照的位，耶稣伫遐管理万类，鬼有时圆，有时无去，要顾圣国，逐位建立。圣诗142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念。Go
时，请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大家齐声来念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亭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天的地上创地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18篇，启应文18篇伫圣诗的后面1031页。启应文18篇，也就是诗篇67篇。即时，请咱三甲来启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愿伊用恩爱，恩慈咱台湾。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万万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因传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我愿上帝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的万民拢敬畏伊。以上愿咱领受上帝信实恩典的话到这，愿上帝赐福互咱。即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怜悯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知阮的软弱，你差派阮的主耶稣。为着阮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着救赎阮，你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你赢过死失的关系，你的国话，互阮有盼望。透过圣经的记载，互阮看见侪侪信仰的前辈，挖靠圣神的气力，带着盼望跑走人生的路程。恳求主，你嘛坚固阮的心，帮助阮学习时刻来倚靠主。主啊，阮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主你引带耶牧师来牧养阮西湖教会，阮也要伫今日的下晡3点来举行耶牧师的就任受职感恩礼拜。求主坚固保守阮所要做的事工进行顺利，也恳求主，互牧师有对你来的疼，用真理来牧养阮，有对你来的智慧来带领阮、引带阮，行伫你旨意中，帮助同工，彼此同心，传播福音，引带人归向你。愿阮彼此相听，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主你的名。阮也要为世界和平来祈祷。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有1年外，造成乌克兰数十万人的死伤，设施严重的毁坏。祈求上帝显明公义。互即场不公不义的战争停止，互乌克兰早日复建恢复正常运作，互百姓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本也要为台湾的安全祈祷。最近，中国经常透过军演来扰乱台海的和平，祈求上主赐阮坚固保守阮，互民主阵营看清局势，共同来维持台海甲世界的和平。亲爱的主，求你帮助阮，互阮踮伫你为阮所设立的圣殿中间。阮要伫遮来敬拜你，伫遮来服侍你。主啊，求你恩待阮，求你互阮有即个福分，伫你面前来亲近你。愿主你拍开阮的心门，拍开阮的智慧，互阮念影要领受你透过耶稣师所开启的这真理信息，互阮会通得到成长。恳求你引带阮，互阮的人生伫你的引带帮赞的下面，每一日渐渐拢会当过着平安、欢喜、快乐，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相结连。阮今早起的敬拜，仰望交托伫你，求你亲自伫阮中间引带阮，保守阮。互阮也会当每一位人拢得到真好的属灵管乐的才情，互阮日日成长，伫你面前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圣乐队要来献诗。
咱献歌队用美妙的歌声荣耀上帝，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请咱三甲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8节。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8节。路加福音第24章36节，因伫讲这话时，耶稣本身徛伫因的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因戆了惊，搁惊，掠做所看见的是神。伊就甲因讲：“恁啥事如乱？心内生起犹豫啊！着看我的手，我的骹，就是我本身，摸我就知，因为神无骨无肉，照恁看见，我拢是有。讲安尼，就将手甲骹互因看。学生为着欢喜的缘故，还佫无信。搁伫奇怪，伊甲因讲：“恁伫遮有啥物通食无？”因就将劈的鱼一片互伊，伊摕去，当因的面前食伊。因搁对因讲：“这就是我还佫。”甲恁伫地时所对恁讲的话，讲见若伫摩西律法，甲遐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之外的话，拢的确着应验。45节。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遐圣经，搁甲因讲，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也反悔，甲赦罪的道理，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练做这代志的干净。以上信息，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下面牧师的讲道，伊今日要互咱的信息是愿恁平安，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想今仔日对咱教会会友来讲，拢是一个真长的一天啦吼。咱今仔日有2场的礼拜哦，早起主日礼拜，下晡是牧师的就职受职礼拜，就任受职礼拜。所以咱今仔日咱用严肃的心，但是咱嘛爱保持咱的轻松哦，心理严肃哦。可是外表轻松，哦，咱莫哦，因为哦，即个今仔日有真多的代志爱做，哦，直到咱煞哦变啊真紧张。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暗头的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愿用感恩的心聚集伫遮，要敬拜你。用谦卑的心，要伫遮来领受你的话，
就是记载伫圣经所写的一切。主啊，但是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开阮的心门，互圣经所写的白纸黑字，因为圣神的开力，互阮亲像听见你亲自对阮讲话共款。主啊，恳求上帝你保守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透过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平平对着圣经内底着造就，你的利益，愿主你亲自讲话。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英文有一句成语是安尼讲 ：“Too good to be true。”这伫咱初中的英文老师咧教讲，第一个 to 后壁若有一个 to， 安尼表示讲想过安怎，地到袂安怎。所以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遮尔好的代志，遮尔好康，根本无可能是真的。遮尔好康，根本就无可能是真实的。Too good to be true， 亲像几若当前新闻有安尼报，讲美国有一个真出名，会当讲东风炸子机上出名的少年，当然即嘛无少年啊，一个小提琴家叫做耶稣亚贝尔。耶稣亚贝尔有一遍，伊做一个实验，就是带着伊迄个价值连城的 Stradivarius 的即个小提琴，然后走去纽约的地下地铁站，伫车站遐来演奏，徛伫路边，然后徛伫迄个车站内底来演奏。亲像其他的街头艺人共款，咱知影，若去纽约的林肯中心听伊音乐会、演奏会，一张票是100、200、300，甚至几若百箍美金。但是当伊正做一个街头艺人，伫纽约的地下铁的车站，伫遐表演的时阵，竟然无几个人徛伫遐听伊迄演奏啊！无几个人愿意对皮包内底摕1箍美金、5箍美金来打赏。即个实验，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圣经的记载有小可像。即个国我的耶稣基督，就算徛伫耶稣即个门徒的面前，一开始因也无办法来相信，即个徛伫因头前的是国我的耶稣。因认为，这就算是耶稣，也是一个魔神啊！因伫遐起惊吓，因无办法联想到。耶稣还袂顶十字架以前，就甲因讲我会过我，这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当咱遮有人住过巴西，所以来回顾一下。但是当牧师搁一遍读到即个经节的即部分，这就想到讲，伫牧师的服侍的过程中间，尤其是牧会的过程中间，有时阵牧师也会亲像耶稣的门徒共款犯着类似的错误。安怎？来到伫一间教会，煞毋知影卧虎藏龙。你到无特别去甲啥物人请安，
引起一寡声音，也是讲走去会记牧师以前伫另外一间教会牧会的时阵，去大卖场买物件，无几工教会伫遐传讲，叶牧师伫路里看到会友拢无拍招呼。我想讲，大卖场内底无几千人，嘛有几百人伫遐买物件。去买物件，有时阵总是袂伫遐买物件，是看有啥物物件通买，伫遐看人。我想，这有时阵亲像是即款的代志来发生所以有时牧师安尼也有会心的一笑啦安尼真的是牧师的亲像起初的耶稣门徒共款，常常也是慧眼不识泰山啦，也是讲too good to be true， 毋知影讲会友坐到讲去大卖场买物件，也会拄着啦所以转来咱今仔日的经节，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8节。这讲着讲，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上帝需要安尼做？这是表示讲，上帝是珍惜这个伊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就算讲伫咱人来看是无完美，但是伫上帝眼中，是珍惜每一项伊所创造的，亲像有时阵咱看咱家己缺点也真多，无亲像白富美、高帅富条件较好，但是咧，伫咱的信仰过程中间，咱一步一步行，煞发现讲，上帝嘛真疼我咧。我虽然讲缺点真多，但是上帝犹原透过人生过程中间发生的每一项代志，互咱体会到伊犹原疼咱。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医治咱的身躯、心灵的欠缺，伊也通过所修饰咱的圣神，持续用伊的话，互咱来得到生命所行的方向。这就是耶稣教我对伫咱即马即个时刻、即个所在，对伫你我的意义，上帝犹原遮尔珍惜咱。虽然讲咱伫人的眼中，甚至伫咱家己的眼中，好亲像咱无完全，好亲像咱无亲像别人遐好，但是上帝犹原疼咱，亲像伊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伊是亲自道成肉体，成做耶稣，佮亲身定十字架，代替咱人的罪来受罪，然后死，佮活，用佮活的行动来赢过死实甲罪恶，互咱每一个人，无论你过去怎样，咱拢有机会。咱阁有一遍的机会，但是讲到大大牧师讲的分享的家己的经验，耶稣拄到这个有眼不识泰山的门徒，伊的回应是愿恁平安，愿恁平安。伊毋是。你真的有眼不识泰山？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伊毋是用这款态度，这嘛是甲咱兄弟姊妹来小可来勉励一下。有时阵耶稣教咱这个态度就是安尼。可能你身躯边的人，咱的兄弟姊妹对待你的态度，有时阵互你会感觉讲，你哪会安尼甲我讲话？我平常是无人敢安尼甲我讲话，我平常是讲话别人拢会听，为什么恁就袂听？但是你看耶稣，耶稣面对认袂出伊的这个门徒，伊的态度是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恁平安。这几个字，这句话安慰着
门徒会惊吓，因为门徒经历着因的老师钉死伫十字架来死。门徒佫经验着耶稣伫3日了后，发现伊的梦是空的。耶稣的门徒佫经验着有风声讲耶稣佫活，因心中一起初是惊吓的。但是耶稣用即句话愿恁平安，当伊用佫活的身躯显现互门徒看去的时阵，伊用愿恁平安即句话提醒门徒，提醒伊的学生，也提醒你甲我。耶稣来到世间，来到即个世界的目的，是为着带来平安，带来和平。这是伊的目的，这也是伊留落予咱所有的基督徒。伊佫活的目的，毋是要造成分裂；伊佫活的目的，毋是要造成人甲人的无欢喜。伊佫活的目的，是带来予咱和平平安。因为耶稣的佫活，互咱知影，咱认耶稣基督做主，咱旧的我已经死，然后佫活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咱拢是有迄个机会重新做人。这就是佫活对咱现在的意义，对你我现在的意义。肉体的佫活，毋是死了后的代志，毋是干那死了后的代志，应该安尼讲。佫活的信仰是咱每一工拢会当经验到的，亲像你我共款。昨的种种，亲像昨死去，今仔日拢是新的我。甚至1点钟以前，可能你做一个你会后悔的代志，讲一句你会后悔的话，但是到伫现在，只要你愿意甲耶稣基督来承认讲我毋对啊，愿主你帮助我，愿主你帮助我，会当哪来哪好，哪来哪亲像你，安尼你就已经有佫活的新生命。耶稣基督面对着门徒的怀疑，伊的做法是啥物？第一，愿恁平安，来定时唤起耶稣的门徒。耶稣伫世间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是要带来平安，带来和平。第二项，耶稣安怎做？邀请因家己来看。恁来看，恁来看，这也是耶稣上早呼召伊的门徒，伊所讲的，恁来看，恁来看。所以伫即个英语世界，英语的教会常常教会的门口会有一个空板写啥物？也是讲跑马灯 ，Come and see， 来看，来看，来到教会来看，看基督徒是怎样，大家相甲做伙，看基督徒是怎样同心敬拜上帝。恁来看，耶稣互门徒伫迄个时阵，互因来看，邀请因来看，看伊的手。互因确定讲，即个徛伫因面前的是真正肉体佫活的基督，毋是迄个因流传讲，有人看到耶稣的形，因煞当作是魔神啊，毋是耶稣邀请因来看，看伊的手，迄个钉十字架，会只佫伫遐，恁来看，
因来看。有时阵，咱教会的事工，咱讲爱传福音，咱讲爱外展事工，敢毋是也是共款？常常咱即马的教会界，常常讲到外展事工，讲到传福音，讲到教会成长，第一想到的是啥物？办啥物活动啦，做啥物事工啦。但是耶稣伫福音书几内个所在，耶稣是安怎来看？办做活动，精彩的活动，甚至开真侪钱来办真侪事工。但是若人来看到的是恁基督徒。大家伫遐做伙，拢伫遐客来客去，伫遐冤家来冤家去，安尼做的遐个活动，开钱办的遐个节目，有啥物意义？来看，我感觉即两字来看，这就是教会成长的关键。人来看，看到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是安怎去做伙？我想牧师因为来关心讲即个教会的布置，我发现讲拜六早起拜六时啦，大家招的来教会来布置礼拜堂嘛真心惜啦警察讲欠一味是啥物透地啦大家来遮礼拜前一天来遮看插花，袂晓插花来欣赏嘛，袂歹看安怎插花也是讲来扫涂骹、来摆椅啊、摆桌啊大家做伙，我感觉这看会出即个基督徒三甲做伙的欢喜看会出即款基督徒生活的甜蜜所以邀请讲咱若有闲拜六时问一下讲啥物时阵大家伫遮来摒扫来整理毋是讲干那搁咧摆着礼拜堂摒扫的兄弟伊来就好，有时阵咱大家来来陪开讲嘛，真袂歹啦像牧师就昨就出一支喙，伫遮来甲大家开讲我感觉真心惜啦来看，这是耶稣的方法，也是耶稣互咱通学习传福音上重要的两个字来看。耶稣搁我的身躯，就是安尼来看，互人看到，互人摸到，互人看到讲，即个耶稣基督搁我的身躯是袂毁坏、袂老，也袂经历着病痛甲死亡。身躯的搁我。身躯的搁活即个信仰，这也当成做咱基督徒一个养生的基础。真侪社会上会讲身体，人的身体不过是臭皮囊儿，臭皮囊，这是真传统的一款儒家的思想，对也是毋对。人总是伫世间的生命会有到最后的一日，但是咧，咱是身躯的搁活，亲像耶稣身躯的搁活。咱爱思考的是咱即个身躯，咱的身躯是上帝所创造，是上帝看做好的创造。咱若是有即款的信仰，咱敢会当无注重健康，物件敢会当乱食？话袂当乱讲，但是物件嘛袂当乱食啦。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看做好的，咱爱好好啊保养，
这是基督徒的养生观。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即个肉体的国活，咱来珍惜上帝赏赐咱，即个伊看做上好的创造，就是咱的身躯。这也是保罗甲咱所教的。伊讲，敢毋知影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吗？即个神是对上帝来的，踮伫恁的内面，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因为恁是同价买来的，所以爱伫恁的心上荣光上帝。身躯是上帝的殿，是咱爱用来荣光上帝的。当然，有时阵健康的问题，毋是咱会当控制，这超越咱人会当控制，有真侪。遗传啦，也是咱生活的外在环境，致到咱健康会出问题。但是咱只要有活开的一天，咱就要尽力来好好啊保养咱的家己，因为上帝定着咱每一个人，拢爱为着荣光伊来活，透过咱所讲所行。咱来荣光伊。可能咱有时阵也亲像耶稣的门徒同款，无办法遐尼清楚就会当了解真侪信仰的道理。亲像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无办法理解。死搁活了后的生命，即款生命的意义，但是一项代志，咱会当确信的，就是搁活是上帝对你我的计划。所以伫39节内底，耶稣互伊的门徒看见，伊是对死搁活。肉体对死搁活的证据，就是伊的手甲骹，即个钉十字架，即个钉仔钉落去的即个热。同款的，耶稣基督也互咱真清楚的证明搁活是伊定着伫咱心上的计划。所以常常咱看起来，好亲像绝望的时阵，上帝用伊超越咱所求所想的，来互咱重新得到盼望。有时阵咱强要放弃的时阵，咱发现耶稣基督用伊的方法来救咱起来。互咱袂沉落去，永远爬袂起来。上帝也定着咱的搁活，就是互咱拢会当每一天，只要咱谦卑来到伊的面前，只要咱承认咱只有倚靠伊，才会堪入。伊每一天拢互咱成做一个新的人，每一天拢有新的愿望。每一天，咱拢通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讲，伊来是要应验有关伊，才会伫摩西律法、先知预言以及诗篇所记的一切。各位兄弟，犹太人伫耶稣迄个时代。当因讲到咱即马所读的旧约的时阵，因就讲这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预言以及诗篇所记。这也是今仔日犹太人讲到旧约圣经，咱讲的旧约圣经，因讲的是啥物？塔纳克，就是希伯来文的律法、先知。甲圣册的头一个字母合做伙，比如塔纳克。
即个律法、先知甲圣册，就是诗篇真言者的。对咱基督徒来讲，咱读着旧约，就读着上帝予伊的百姓，才会慈悲疼痛甲恩典的应允。然后新约，咱读着新约，就是才会应允的成全，才会应允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成全，然后透过基督徒所大家组织成做教会，来伫即个世间来传福音，来伫即个世间来做见证，互即个应允通成全，互上帝的疼甲恩典会当互世间人亲身来望着来看着。这就是圣经旧约甲新约。旧约是上帝的应允，新约就是应允的成全。透过咱基督徒组织做伙成做教会，伫现在咱继续来成全，咱继续来见证圣经的话。所以耶稣也对伊的门徒捌安尼教，马太福音5章17节，莫想讲我来是要废无律法甲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成全。各位兄弟，咱长老教会的信仰传统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神学，有一个信仰是非常重要，就是咱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我想咱对细汉到即马，咱伫讲道中，真侪牧师拢会安尼强调，这也是正确的。咱长老教会所讲，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咱嘛要斟酌来思考，真侪一世人无相信的，无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无相信上帝创造天甲地，无相信上帝的疼会当改变人的。真侪无相信的人，因也共款读圣经，甚至有无神论的人，掀开圣经，甚至比基督徒捌搁较侪，伊用学术的层面来读圣经。那安尼，咱搁来思考一句话：圣经是安怎成做上帝的话？路加福音24章45节有记载，门徒会当真正理解耶稣国话的意义是安怎？咱圣经台语圣经讲，当耶稣基督开因的心窍，就是心门来拍开。耶稣互咱的心，不只是读着圣经放伫头壳内底，当作学术，当作一款世俗的知识，安尼尔，毋是。咱爱拍开咱的心门，咱才会当真正来了解，真正听见上帝透过圣经对咱来讲话。这又就是门徒若无耶稣基督亲自将因的心来拍开，圣经讲心窍来拍开，因永远无办法了解圣经写的是啥物。耶稣所教导的是啥物？同款的，咱长老教会的信仰传统，就是讲，咱读圣经，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有圣神所来的智慧，咱来读圣经，咱倚靠圣神，上帝所授予圣神的带领，帮助咱。安尼，圣经就是上帝对咱讲的话，帮助咱会当接受
并且了解上帝真实的道，了解真理。所以不只是叶牧师，真侪牧师伫讲道前，为什么爱祈祷？咱敢有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传统中牧师讲道前拢有一个祈祷，一个较短的祈祷，求上帝圣神的带领？因为这就是咱所信的。圣经白纸黑字，若敢若是白纸黑字，这是白纸黑字。但是当咱读圣经，有圣神的引带，安尼上帝就对咱讲话。这是为什么一遍一遍鼓励咱兄弟姊妹，若会使一拜五暗，咱做伙来查经。有时阵你会想讲，创世纪我读几若遍诶？尤其创世纪吼，每一年的年初，我日志要读圣经，今年要把圣经一年读了，然后咧读到倒位？常常拢是创世纪读到创世纪了，开始进入出埃及记，一开始佫真深色，但到后来讲到律例了后，这开始就一看就拄久，所以咧真侪这可能毋知影咱兄弟姊妹敢是安尼，但是真侪基督徒是安怎认捌圣经，认捌到出埃及记的一半，因为你每一遍日子，今年要读一遍圣经，读到出埃及记遐个较有讲到律例的部分，就开始看袂落去。但是人爱知影，就算你读过，就算你圣经读10遍、20遍、30遍、40遍。但是每一遍你读的时阵，因为有圣神的引带，每一遍读，学习的拢无共款，体会的拢无共款。这就是为什么多达牧师讲，这本圣经袂当干那是白纸黑字，你着看白纸黑字，一字一字看，毋是，咱爱有圣神的引带。当你互圣神的引带来读每一个字，上帝透过安尼来对咱讲话，互咱每一遍读，就算是同一个所在，今仔日读甲昨读，拢会无共款，因为是圣神引带咱来听到上帝即个时阵、即个所在对咱所讲的话。各位兄弟，路加福音24章46到47节，甲咱讲，耶稣基督救恩的道，就是悔改甲赦免。悔改甲赦免，这会当讲救恩的道有2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咱个人的性命，另外一个层面是咱的性命甲咱四周围的人的性命产生关系。上帝疼咱，甚至就算咱捌犯过错误，甚至咱违背上帝的话，但是只要咱愿意转来伊的面前，并且有悔改的行动，上帝赦免咱。但是同时咧，上帝也爱咱，爱想到这点，就是既然上帝疼咱四周围的人，既然上帝疼咱身躯边遐个你可能起初看做无可爱的人，上帝也有愿疼因。那安尼，咱有啥物资格通袂赦免别人？咱有啥物资格通安尼做？当然，赦免有时阵需要时间，赦免有时阵毋是靠咱家己的修养，咱是爱靠着上帝的帮助，靠着信仰
有时阵爱时间，有时阵爱机会，但是咱绝对袂当无将赦免即两字放伫咱的心中。甘愿讲，咱甲上帝诚实讲，我做袂到，嘛莫变成看家己做义，说永远有错都别人的错。甘愿讲，咱诚实来甲上帝承认，哇，我做袂来，帮助我真软弱，我做袂来，嘛莫伫遐煞变做啥物拢怪别人，家己拢无错，错误拢别人。所以，弟兄兄弟，当咱认捌圣经的教导，咱才会当对伫原本的怀疑，转变成做心灵诚实的敬拜，甲有充足的欢喜快乐。咱认捌圣经的教导，伫圣神的带领中间，听见上帝对咱讲话。咱才会当对原本，敢若看着家己，敢若看着家己的需要、家己的利益，无去管别人，迄款的自私自利，转变成做咱开始学习来替别人来想。只有安尼，咱才会当徛起伫西湖即个所在，咱做伙奉主的名来向众人用咱所讲所行来传讲生命的悔改，甲罪的赦免，互咱四周围的人会当来看，伫咱的聚会中间，伫咱大家做伙交陪的中间，会当经验到上帝的疼甲恩典，所以愿咱做伙来起做经营即个教会，互咱会当真安心、真有勇气，会当四过甲人讲来看啦，来看阮教会。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你圣神的带领下面，透过圣经中间所记载你的话，你时时刻刻对阮讲话，帮助阮，互阮会当转换阮原本的失志，互阮得到鼓励，互阮原本看无远望，你互阮时时刻刻充满愿望来向前行。主啊，阮爱承认阮的软弱，阮的无够，阮的无完全。但是主啊，阮知你是完全。阮知你有大权能，你也手持充满权能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到阮的心中来带领阮。所以伫阮学习你的完全的常时，也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时时刻刻来反省阮家己，也当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来引带帮助阮。哪行信心，哪充足；哪行信仰的确立，哪坚固。主啊，愿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上帝话信息，甲咱三勉励。即时咱要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第573首，圣诗第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
因为耶稣听我教导，伊要牵我手，圣诗573首，请大家起立来吟。我的心情那么压抑，没看我就，耶稣我归给呀，已没看我就，已没看我就。已被看我主，已为耶稣给我告别，已被看我主，我的家是那边，已被看我主。因为我心不改变，已被看我主，已被看我主，已被看我主，因为耶稣给我告别。已被看我主，耶稣把我罪魔归，已被看我主，已被作我的魔鬼，已被看我主。已被看我主，已被看我主，因为耶稣给我告别，已被看我主。请坐，这是请咱的奉献，要请小妹结束甲明明结束来书献。我的心温暖好灵，人自能看你情，我的在今的修书，我也没在记过。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周报。报告事项，今日下晡3点，为本会第2任牧师受职就任感恩礼拜，请教会兄弟姊妹来出席。咱伫礼拜后了后，
迄个内湖成功路4段347号迄个厨房的客家菜哦，要举行全教会的聚餐，以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吼，共同来准备甲参与即场特别的礼拜。第二，有探访需要，也是有愿意开放厝内要举行家庭礼拜的教会兄弟姊妹，请来甲牧师也是教会中职来讲，咱才来安排。第三，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出席教会礼拜5暗时的查经祈祷会。目前查考范围是旧约的创世纪。第四，下主日礼拜讲道题目是《使徒圣经》一吼，我信上帝全能的爸。经文是诗篇46篇第1节到11节。咱即摆来看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乐队练唱是8点45，查经祈祷会是拜5暗时7点半。咱即届要读经的章节是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26节。顶周的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统计，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的，请甲面面执事也是唱片执事来更正。即咱来看圣港事奉吼，即礼拜的交代是谢宝姐甲苏长老吼，插花是蒋老师清扫谢宝姐。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书会是民兵执事，书琴是宪文老师，领唱是杨长老，书宪义节执事甲直男执事，交代是友兰兄甲小聪姐，插花唱片执事，清扫是我本人吼。咱即摆来看正屏下面的即个本周金句，我来读一遍了，咱才用台语读2遍了，又用华语读一遍。佮对因讲，这就是我要求甲恁伫地时所对恁讲的话。讲见若伫摩西的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我的话，拢的确着应验。请咱大家来读。各对讲，这就是我要求甲你伫地时所讲的话。讲见若伫摩西的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我的话，拢的确应验。佮对因讲，这就是我要求甲恁伫地时所对恁讲的话。讲见若伫摩西的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我的话，拢的确应验。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你们在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3章44节。这时，请大家用讲述来互相请安。平安。请牧师补充。今仔日有一位是以前总会吼，咱六合教会总会的同工吼，张义阳吼。伊是为着来下晡要参加教会的就任礼拜，所以专工是对南投伊原本伫沙丁埔遐
伊住沙丁堡遐，但是即马转去故乡南投市遐伫遐迄算做开垦啦开垦即个老爸留落来的土地义阳兄张义阳过来就是即个爱补充就是讲因为牧师对算做对3月开始拍球步到进算算嘛无几遍啦所以有时阵咱知影讲拍中文的时阵，有时候选字你若拍愈济迄个正确的字就会伫头前，常常拍的字讲毋对，常常拍的字，你若拍愈济就会伫头前，就较袂出错啦即个人命的部分啦所以可见是拍字佫拍无够啦所以好佳哉佫有真侪机会通拍球步，所以讲即个我想即个字拍毋对，同音异字的即款的情形若哪来哪即个哪拍字若哪来哪顺以后会减少啦。但是即个人命的部分，尤其人命的部分是常常拍毋对字那即方面会当甲牧师来提醒一下啦以后就会真注意实际上是即个选字的时阵有时候就是即个愈常常拍的字会愈头前，也是讲出现愈侪的字，伊迄个选中文即个汉字拍字的时候会愈头前会出错是即个原因当然若佫较侪机会通做伙可能就即个拍字拍毋对是迄个即个错误会愈来愈少啦所以讲酒报有写即马佫过来咱进前中职啦、牧师啦、咱会友拢为着即个就任礼拜真努力、真辛苦咱佫过来5月开始望讲会当有机会来咱兄弟姊妹的厝，也是讲咱会有机会通探访、通关心佫进一步佫较深入的关心毋是干那讲伫来做礼拜了后即个真短的时间伫遐讲话，咱会当佫深入来彼此来熟悉，也会当互牧师佫较了解咱会友个人有啥物特别需要关心，也有啥物需要教会来关心的代志所以若有拍毋对字名拍毋对伫遮来道歉嘛望讲哪来哪拍哪顺手，即款的错误会哪来哪少。好咱就特别为着今仔日下晡牧师的就任礼拜，咱做伙来祈祷。听我的主，阮实在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伫接近30冬的历史的中间，经过前后5个牧师的努力，每一个牧师拢带予教会无共款的改变，以及无共款的学习。到伫今仔日下晡，阮要举行第6任牧师的就任受职礼拜。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保守，今仔日下晡的礼拜顺序拢会当真顺利，也会当互主你的圣神帮赞带领阮的兄弟姊妹，伫招待、伫礼拜中间参与的侍奉的中间，主啊，你互阮所做一切拢照着主你的旨意，你互阮所做一切会当成做阮未来。会当将来看即2字帮赞阮，会当真有信心、真欢喜的心来甲阮四周围，无论是认捌主理，也是还袂认捌主理的遮的兄弟姊妹，会当甲因来分享。主啊，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38冬前，会当伫即个所在来起造教会，也恳求上帝你继续带领阮，
主啊，愿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这时咱要来念上英的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圣诗398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念，念诗啊，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更变照恁，让主美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